今仔这组吼是安尼摆落来底8组对无？8组吼，因今仔日是10个派啦吼，无故事拢伫咧头脑内底吼，所以用这个行动教育方式来甲大家演出啦吼。好，来，咱家己看好啊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加油！真久以前有一个所在，拄啊一个古水的查某囡仔，伊的阿嬷做一顶小的红帽送互一个查某囡仔，因叫祝你生日快乐。查某囡仔足介意这顶帽啊，这顶红帽甲这个查某囡仔足适配。毋知影啥物时阵开始，厝边头尾拢开始叫即个查某囡仔小红帽。有一天，伊妈妈甲伊讲：“小红帽啊，阿嬷看病啊，你一定爱较乖一点，知影无？”向红毛讲：“我要请伊食鸡卵糕，啉好啉的葡萄酒、葡萄茶。”我食。我爱告诉你，希望你的身体干净好起来，很乖。你爱替妈妈想阿嬷想一个。我知影，我来去哦，妈妈，恁毋通伫路上落大哦。阿嬷家己住啊树林内底，红毛啊，家己行，但是自己大野狼。跳过来讲，小红帽，小红帽，现在好有人来叫我，就是要来叫你啦，就是要甲你叫啦，是你哦，野良，你要去抓，我要去找我阿嬷，你拍拼，我要去看伊，是真诶哦，你真乖呢，小红帽。伊甲了不起哦，员工伫咧树林内底，伫咧树林内底，内边有大人诶，你较爱注意哦。我知影，我妈妈甲我讲，袂通伫路上乱踅啦。我要来走啊，对啊，我陪你走好无？到时有歹人出现。我要替你赶走。好啊，野龙，多谢你。野龙，多谢你。唔通安尼讲啊，免说多谢。野龙，看起来，若厝尾无歹人出现呢？无啊，我无知影哦，小阿毛啊。我唔知影哦，阿毛啊，有啊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，现在种拍病的阿嬷点正落吧，听正落吧，好，扫落去这边，搭红毛啊就好，阿毛讲，我要走啊，野龙讲，红毛啊，小等一下啊，我想到一个真好的办法。阳光你送花甲你阿嬷，一定会足开心哦。一定会足欢喜哦。送花哦，安尼讲嘛有道理呢。对啊。安尼讲嘛有道理呢，对啊，阿嬷收着会欢喜，都嘛较紧就好啊哦。听起来袂歹呢，恁带我过去啦。过去啊，好啊。到了后，野龙讲，你会使直接找一蕊上水的花送互你的阿嬷，你阿嬷一定会足欢喜的。啊，毋过红毛啊。借问一下，你阿嬷住伫倒位啊？伊住伫树林内底，
身边边有一丛遮大丛的树啊，安尼哦，只我看太阳已经袂出现啊。我要跟条再见啊！亚龙多谢你呢。红妹啊，伫遮找到足久的，煞拢无记你时间啊。袂记你时间。另外一边，亚龙偷偷去到阿嬷的厝外边，伊拢无，并对做红妹仔讲：阿嬷，是谁啊？是我啦，我是红妹仔，我来甲你看哦。哎呦啦，是红妹仔哦，我梦无说啦，这日入来哦。阿嬷看到入来的人，毋是红妹仔，是大野龙，讲大野龙，讲哪会是你啦？野龙就甲阿嬷食掉啊。野龙甲阿嬷食起了后，就倒去眠床顶，等红妹仔过来。过无偌久，完全毋知发生啥物代志的红妹仔来到阿嬷兜。挂去哦，阿嬷的门哪会无关？阿嬷，是谁啊？我是红妹仔啦，我来看你哦。高水的是红妹仔哦，你赶紧入来哦。阿嬷，你的声音哪会怪怪？对啊，我嘛感觉怪怪的，我看病烧声去啊啦。你行较紧下好无？红妹仔就靠近野龙。阿嬷，你的手哪会有毛啊？哪会手哪会大啦？毋对，你毋是我的阿嬷。无毋对，是我啦。我是要甲你吞到肚底来的大野龙。野龙甲红妹仔食起了后，感觉足爱困的，就伫阿嬷的眠床顶困去啊。这时，一个拍拉的人经过，看到咧，食的门嘛无关，一条金甲神龙无，走去内底看到野龙伫咧床啊，咕，拍拉的人讲，是要看啥？哪会安尼？我讲安尼，忽然，巴肚内底有人喊。救命啊！救出来哦！救命哦！拍来人，知影是啥物代志？原来是安尼哦！野龙，拍来的人就用刀啊，然后把野龙的巴肚破开。刀啊！啥物刀啊？刀啊！破开，红妹仔阿嬷就安尼叫会出来。因为三个人去找足济石头，看到野龙的巴肚起起来，你想要看野龙会变安怎？三个人偷偷的避到外口。偷看一下，偷看一下。这时野龙困饱，就讲，困食饱真好。不过，做错拄困者，喙就大，真好。足喙大，有两个人伫我巴肚内底，真正是致命的负担。我摸一个，哎呀！这时野龙配一个石头，奇怪，你讲是小红帽猪啊？凊彩啦，喙足真喙大，进去找水哩，
爱会啊，那安尼，我都行路啊。即门那有一天有一个水果的，看者看迄个水，哪会变遮尔少？伊讲啉水嘛需要一点功夫啊，伊就把头加进内底，这时伊巴肚的石头会绕会出来，绕会出来，伊个水就引起来。亚龙看，救命！救命！我叫你淹死啊！淹死啊！过了偌久，亚龙就死去啊！淹死啊！这时伊个三个人走出来，然后为着感谢拍来的人，所以就甲小红帽摕来的那个葡萄汁，甲跟鸡卵糕摕出来食。拍来的人讲，大家平安无代志就好啊。然后讲，感谢你，我要甲门锁好啊。小红帽讲，歹势，我以后袂搁伫外口乱锁啊，歹势啦。拍来的人讲，对啊。你嘛较细腻一个，小毛讲，歹势，怎啊？阿嬷，你的身体有较好无？阿嬷就讲有啦，感谢小红帽来看我。问姐，我问哦，请问亚龙。配什么？配的什么？有从伊的巴肚拉出来。配出来，什么？什么？嘿，九头啊！上一节有功德箱。袂歹诶。哪里？我唔知。请问有人知红包为虾米要去找阿嬷？你知呢？有人知影红毛仔找啥物物件？看伊阿嬷，啥？炸啥物？炸啥？炸啥物物件？互伊阿嬷。好，这边。